新竹的棒球场整修6年多了后，2日暗时正式举办比赛。头一场的比赛门票是招拢袂了，差不多有1万人来现场看比赛。也那总统蔡英文嘛有来参加活动。伊对第一中环的棒球场表演精彩的节目，开12亿经费整修几啊年的新竹棒球场，2日暗重新启用。第一场就是主场球队比全场的比赛，球迷拢真欢喜。以前就感觉比较脏，可是现在就整个比较明亮，比较好看。交通变好蛮多，然后也是变整齐很多。原本也是有点暗昏暗啊，现在变比较明亮，观看也比较舒服。总统蔡英文来到现场，除了感谢职棒联盟参市府甲球团的努力，嘛呼吁球迷做伙来现场支持台湾职业棒球。去年魏全龙回到职棒一军舞台，今年有46年历史的新竹棒球场也要回来了。无论大家看球的球龄有多久，我都要欢迎大家一起进场看职棒、挺棒球。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职棒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有46年历史的新竹棒球场，因为结构老旧，2019年原地拆除重返，完工了，还有规划地下停车场，方便民众停车，也提供更较好的比赛环境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